先生自己来介绍一下。OK， 我是白小涵，我很喜欢做志工，所以我住在台北，在台北的在我家的附近有一个孤儿院，所以我一年做志工在那个孤儿院，而且我听到我塔山村有很多小朋友，所以我有住在台北的外国朋友要去塔山村帮他们做什么事，做志工，帮他们学好多事，所以我很喜欢去。所以我差不多去年9月第一次来，之后我来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所以我很喜欢来。那是我的从美国的太太。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吗？也跟我他是美国的，他是美国的，还有另外一个。他跟我一起来。重点是太太。是太太，好，还有一个我们这一次活动最主要的灵魂人物哈，那很多活动都靠他，那志工的资源都靠他那个组织哈。那我们志工团的团长来自我介绍一下 ，Daisy。嗨，我叫 Daisy。然后我是台湾出生，然后美国长大，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回来这边。然后一开始就是像做公关或者说举办那个大公司，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就是没有帮助到小说，没有帮助到未来。就现在就是比较多花，比较多时间在然后就是觉得有认识到达令，所以他对他这边特别有兴趣，然后我也觉得，我就是希望可以跟大人跟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帮助到台湾的未来。好，谢谢。那我们再请你们暑假大的老师好不好？老师来简单介绍一下，要不然他们以为那个。那我们请简老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成员。大家好，我是新竹教育大学物理系的老师。那我今天是带那个王晨明王老师带上来的。其实这些同学我也不太认识，所以居民请我这边带着。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新竹教育大学这次教育系资讯志工的领队。然后因为我们教授没有来，所以我现在是带领队。那我们学校这次出团的同学都是新竹教育大学教育系。那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支援各位所有活动，但我们有3个活动，的一些后资源的工作，或是一些摄影帮大家的做一些记录的工作。反正很高兴认识大家。那要不要很快速的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啊？现在来了，每个人的名字啊，好，那就请大家自我介绍。好，就从这边开始吧。大家好，我叫法贵，然后我是教育系4年级。不要。大家好，我叫潘雅芝，我是教育系1年级。3位小姐看到，也让他们看到你的漂亮的背面。大家好，我是尹翔，然后也是教育系4年级，很高兴认识大家。大家好，我是婷宜，我是大3，就是在大3，现在还有2位。嗨，大家好，我是马正安，你可以叫我马安，我是今年教育系4年级，谢谢。我是教育系的洪怡，然后叫我
迎我们所有的客人，有的从台北，有的从新竹哪里啊，他们来学校。不要，我刚才已经被介绍，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自我介绍啊，因为我有3个名字，那前主任是主任，到父亲，我的父亲可以，不过我有名字啊，不可能没有名字，我的名字一个叫钱荣禄，称呼有人说是钱牧师，另外一个叫伊万图拉，那是原住民的，另外一个叫卡瓦穆拉。所以我现在讲的是忘记。那我最喜欢这位会今天来，我莫名其妙为什么钱老师要我到这边来？我上课我是无意的，因为我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5、60年了，牧会时间是在这会牧会是50年，所以这个后才上课。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怎么讲？因为老人呆，所以连讲话都不会讲惯。那我有机会跟这些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小姐能够在一起，虽然是几分钟而已，我很高兴增加我的高兴的时候，所以谢谢谢谢。那牧师很客气哈，那我们这边华山国小教给小朋友传唱了很多泰雅族的歌谣，我的采访对象，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终身的导师，就是我父亲，所以小朋友传唱的一大半，只要是在部落，我们这边部落的这个音乐，很多都是我父亲牧师他提供的，他说他现在已经老人呆，其实没有他其实现在是很孤单因为卸下神职的工作之后呢，他其实现在全力在做那个就是山上土地的这个经营那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拜访他，让他唱一些歌，然后谈部落的故事非常的会讲述我们有关泰雅族的传说故事，非常的强那我们部落我们在访问耆老的时候，有些耆老师他不善于表达他的思绪整个这个思绪的这个铺陈的话比较混乱可是呢你难得会找到这个会滔滔不绝，会回忆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个这代表性部落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节牧师这边特别推荐那白老师有机会喜欢去听那个部落故事传说故事的都可以找牧师来聊聊。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这个重点了那我们这里的话最主要我们还是介绍我们 DOC 的课程DOC 就是数位机会中心，那五峰的数位机会中心设置点就是在我们学校，那我们已经在这边实施了大概4到5年的时间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能量，那我们不断的在开发一些课程，那资讯可以跟文化结合，所以我们这边的角度是从资讯的这边的角度，然后去切入，然后去收集，然后去典藏我们自己本地在地的这个文化。那我们已经从过去我们开了一系列的课程，那今天呢，这是课程之一了等一下我就简单介绍，用图片呢给大家介绍，也给我们小朋友介绍，就是有关我们泰雅族乐器的部分了那今天主要是介绍各位应该有多少有听到过？打扰一下，不好意思，那个华山国小小朋友，你是参加那个桃山之恋摄影的啦，我们现在到外面了。好，那小朋友，我们活动要开始喽。上去，小朋友先上去。来，那先牵着。那各位可能有一点接触到就是不陌生，我们学校小朋友在操作的这些乐器大致上就是一个就是传统的生活用具，像杵臼啦，还有木鼓是以前拿来做织布的。那另外我们比较具传统几百年1000年下来的这个乐器就一个就是口簧琴嘛，然后再来就是猎人笛那最近这100年比较慢慢陆续在开发，在创新研发的话，就是像竹管琴用竹子做的，还有木琴用木头做的那甚至有在
做一些搭配的一个它的工具配件的哈。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拍子，这个拍子很重要哦。我们在敲这个主管琴的时候呢，这个拍子的这个工具呢，如果没有它，会没有办法去敲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想说，今天就简单的我们来做这个介绍这个拍子给大家哈。那在介绍诗作之前呢，还是用图片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泰雅族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乐器啊哈。先从那个好，先从这个那。那我就先从我们泰雅族的口簧琴来做介绍。那泰雅族口簧琴它是比较没有禁忌的它不会说像猎人笛，猎人笛的话只有勇士只有成年的勇士出去征战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东西。那一般妇女小孩老人家他们没有去实际行动的话，他们是不会收藏这些东西，而且它的禁忌很严格，就是不能去触碰。那可是像这个的话，口簧琴的话，老少皆宜，老人家、小孩子从小到大都可以，可以制作，也可以吹奏那这一张这个乐器是我们是叫廖贤德老师客家人他所收集到的帮他拍照。这个是用簧片下去制作。那我们现在乐器呢，有关口簧琴乐器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用簧片制作的叫铜簧琴，那另外一个是用竹子本身一体成型的叫竹簧琴。那制作的方式稍微不一样，但是呢，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两类那这个是我们学校目前在大力开发的八管琴，那比较传统是4支，4根不同长度的管子用竹子去制作。但是因为这样敲奏下来，发现它的音域比较窄，所以我们就慢慢做成8管。8管的话，它可以敲奏到的乐器可能就好多首那我们现在今年度呢，我们更就继续开发，可能变成9管、10管，甚至12管。以后可能变成是32管，不一定那有兴趣的呢，大家一起来研究创新。好，那这个呢，我们为了要搭配我们学校的木琴队所以我们除了那个立式的8管琴外，我们要合音嘛，我们要求，所以我们就做了小支的主管琴，这是比较小的，它刚好可以跟那个4支大的可以和谐，它有一个合音在，所以我们就自己研发这个这样子的小主管琴，而且这小主管琴呢，可以交给小班幼稚园也可以低年级他们也可以做那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身体重量比较可以适合用这个乐器好，那这是我们泰雅族的木琴这个木琴呢主要各位给你们介绍就是木琴的那个取材，它大部分就是用那个像油桐树，或者是我们祭拜我们祖灵祭用的这个木头是野桐那或者是平埔族祭拜祭祀用的刺桐那其实它现在更多我们现在泰雅族一直在不断的研发，你知道吗？杉木也可以山上的素材很多都可以。那它有一个就是特征就是你的树的纹路尽量不要太复杂它如果是硬度够没有关系，它的树的纤维是要直线的，它传递的声音会比较好。可是像那个木平台那种，它是属于也是硬的木头但是它是榉树嘛，它的里面的那个纹理它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它传声音就不容易传导所以它这个在取材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那个特殊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的木鼓这个自己自制的下一张这个是别的部落、别的县市的泰雅族他制作的就是让我们小朋友的话就是跪着敲木头，那这个他是要开发就是用站着来敲，就是立式的木琴那这个是刚刚有讲说我们泰雅族的乐器口簧琴呢有分铜簧琴跟竹簧琴这个是竹簧琴你看它的那个琴声它只是切断其中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声音是可以吹奏出来的。它的差别在哪里？铜簧的声音它的
音频比较高，那这个的话稍微比较低沉。好，那现在有一些族人呢朋友，他们的手工很好，他甚至可以做他的那个琴声北挂，它下面这个是黄琴朱黄琴，但是它上面做了一个雕刻呢，其实这个很漂亮这个是我们拿来敲作，以前是聪明用的，现在来敲作这个节奏的这个主教。那这是我们白老师应该知道东美嘛，他的先生是海军，不认识我没听过。这是他做的红黄在雷达站那个海军呢，还有这是他做的这个是红黄，然后这个是这个做的很好，它主要是在哪里呢？它这个铜片的取材它也很讲究。那如果你会做，但是你要有一些制作乐器的一些知识，像这个呢，铜呢它是属于硬铜，那你到铜片的那个材料行呢，它的铜片的厚度、大小厚度什么都有，然后有软铜有硬铜，但你要买的是这种硬铜它的震动、它的声音容易出来。那本身这个制作的也很强，他是台大的那个博士，他对泰雅族的这个乐器文化研究非常的深入他除了会制作，他也会吹奏非常的强。那这个是来自于宜兰的泰雅族一个牧师江明清牧师他做的。看这个是朱黄琴，然后到后来这边是单簧、二簧、三簧、四簧、五簧、六簧、七簧、八簧。我们泰雅族簧琴的话呢，最大的特色跟别人不一样是，第一个我们是扯奏，那很多南岛民族其他像印尼啦那些他们都是用拨奏的，拨奏比较简单，那我们泰雅族的话是扯奏就很难，你要吹奏出声音来，这单单是扯奏的这个过程就要练很久。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它是复簧。